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初5AM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台头先就来报认知。在美国航产业论坛被告30间的美国军火商来到台湾，美国总统拜登也讲，无摆渡动用武力协防台湾。发展大地震了后，玉山珠峰救水目前上升的高度是海拔3952.43公尺，平去年减5.2公分。高雄有国小学生体育课互闪被求结掉，家长送病院了后诊断是脑震荡，认为老师无随处理，要求教育局都爱查。美国30间的美国军火商来到台湾，早起特别去到雷虎科技参访无人机，要拜访经纬航太汉翔等台湾国防产业的国家队。明仔载会参加无对外公开的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伊是搁再强调无排除动用武力协防台湾。咱的外交部也表示感谢。游览车初5早起开往台中的厂区是台湾的无人机大厂雷虎科技，近30人对游览车落车，这是来台湾的美国军火商参访行程也引发注意。美国军火商代表团即摆来台湾，行程无啥公开，先是拜会雷虎，也团出访经纬航太汉翔，这3间企业拢是台湾国防产业国家队，要台美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引发讨论。你们雷虎这边的话，是主要的项目是在无人机 AI 无人机那边。交代说不能透露，不能透露。哦。今日台美国防产业论坛初6登场，无对外来公开，包含美国军火商代表团、美台商会会长韩鲁平，前美国太平洋陆战队司令罗德拢会出席开幕式。前国防部副部长李伟陈英康会发表专题演讲。台厂为希望甲外商有合作机会，台美军事交流增加，因应中共加大侵略情形。你们所有的离间区不存在，注意你的用语。这是中国海洋海域，还有权，暂时还有航行。两架中共空俄式 A 型飞弹护卫舰，初时出现伫宜兰外海大约31海里，想要走入去24海里连接的所在。海军甲海巡舰艇对外的介护实施恐怖驱离，对中共无放弃武力反台。美国总统拜登接受《时代》杂志专访，佮再讲到无排除动用武力来协防台湾。外交部是对拜登的表态表达深切欢迎甲感谢。你愿意投入多少国防经费？第二个，你们部队的编线率。你们部队准备的程度到哪里？那我想我们现在部队的人员缺乏，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虽然拜登5摆表示，美方会出兵保护台湾，或者认为有2大关键，包含咱方偌侪自我防卫的决心，甲国军表现的比例，拢必须爱务实来面对。记者综合报道。黄埔军校建军100周年校庆，16要伫咧陆军官校举办，总统赖清德也亲身去主持。今下中共也要举办校庆，而且有台湾这边退役的军官去参加。退伍会主委严德发就讲，经过宣导了后呢，去到中国遐的人是无超过100个，而且这凤山的陆军官校才是正统的，伊阁有上万人到现场庆祝。负担照顾英民的责任，退伍会主委严德发初5头一摆到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报告，对陆军官校100年校庆16登场。总统赖清德会亲身主持，不过中共也伫中国来举办校庆，要求国军退休的将领参加。严德发注意到这件代志，除了呼吁退休的将领莫违反国安法，也经有这宣导，可因较莫去中国参加。附录的不会超过100个人，不会超过100个人。那相对的。6月16号当天，凤山陆军官校他们这次也扩大办理，所以从15号开始就有活动，15、162天，据我了解，大概会超过1万人去参加。两花校庆饼场，严德发强调，为了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才是正统，有够会超过1万人参加。对中共目标渗透退休将领，李伟点出有旅游、金钱发展环境是大手段，呼吁退伍会爱提高警觉。另外有侪位退役军人牵涉强盗案，违反国安法互判刑，要甲退休钱立回来。不过，即阵将近4000万也未立回来，引来外界关心处理的进度。违反国安法，依法行政，这是一定要追缴的我们一定会贯彻命令。亚军中蒋公党上跳夺议队，前主委彭世宽不表达坚决反对。李伟对问伊上任了后，退伍会立场是不是改变？对农民前辈先进
跟先总统蒋公在精神上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想我的答案很清楚，现状不能够破坏。严德华讲，答案真清楚，用家用医退伍会拢会维持现状，为去甲蒋公的动向甲画像搬振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甲民众党提案要废除这监察院，也个考试院，民进党也有30个立委提案支持。监察院长陈菊今日表示，民进党坚持三权分立的理想，唔捌改变过。只要立法院透过授权的程序来废除监察院，伊是全力支持。我们对三权分立的理想，从来没有改变，充满期待。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来废除监察院，我全力支持。对三权分立的理想无改变，监察院长陈菊出席2024妇女就业甲经济国际论坛，会前对最近几个南亚立委主张废除监察院，而且成冻结预算。有监察委员认为讲，冻结预算调查业务可能会动点。陈菊嘛认为讲，这违反大法官632条的解说。除非他们是宪法为无误，不尊重宪政程序，是不是扣钱？人民自有公正。民进党台电会等30个立委共同提出宪法征收条文修正草案，希望废除考试院甲监察院，嘛叫国民党唔通干那发好耍的尔。不过签名顶悬，煞无看到总调集人郭建明，也那民众党总调集人吴国昌是提出修宪废除监察院。12个南洋的立委嘛提出4大主张，包括废院无废权、先动则废、好国人主动议权。也有修宪案合并2026，或者是2028年的选举。我们是没有希望有这么大变动，而且在党内还在讨论的阶段。可是我们对于监察院现在的实质功能，是受到社会大众质疑，其实是希望可以让监察院的功能可以做移转。民进党内部出现无同款的声音，互南北两党的立委，拢积极立院立委发出废监察院，根本是化假。针对各种的声音，陈菊强调讲，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程序，拢会全力支持甲尊重。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26，新竹市的社区大楼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员过往。今日举办联合公祭，行政院副院长戴丽君、消防署长肖焕章等人拢到现场致意。除了颁发总统府培养令，新竹市政府也推荐这2名过往的消防员做分队长。社区的主委也含住户拢做伙去致意，感谢消防人员协助因导向。加消防旗甲国旗嵌伫灵柩顶，表达深沉的悲痛，也显示对英勇精神的最高荣誉。新竹市真空会5月26发生火警，2个消防员进入火场搜救的时阵不幸殉职。6月7日举行联合公祭，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消防署长肖焕章、新竹市长高虹安等人到场致意。真济县市内的几百个消防人员换了到场，场面隆重哀伤。行3鞠躬礼，1鞠躬，再鞠躬，3鞠躬。3届行礼表达深深的哀悼，除了颁发总统府保养令、开幕奖章，新竹市政府嘛推荐2个殉职消防员做分队长。个别色的现场以白色甲灰灰色为主，为少学生囡仔嘛献手写卡片，感谢恁无顾性命行入黑暗，变做阮的光明。这个老话送别，纯真的言语也真使人感动。健康会社区管委会主委嘛甲住户做伙来致谢哀悼。我们就是想要再借由这个机会，致上我们最深层的一个感谢，因为真的没有这2位英勇的消防兄弟，没有消防队员、消防局的协助，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站在这里，我们可能搞不好都还困在火场。新竹市政府表示，已经向专属部申请因公武术，搁向消防署申请警察人员因公伤亡慰问金发给办法慰问金，金额由主管机关专属部甲消防署来核定。市政府原来会好好武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新竹市的社区大楼发生火灾，造成2名消防人员过往，内政部就需要求全国就要清查16楼以上建筑物。台中市今下晡就发动消防甲都发联合稽查，伫一栋24楼高的主体发现到2项缺失，要求因爱限期改善。探测棒借测烟探测器喷射烟雾，排烟闸门随拍开。
新竹真空会大楼火警事件，内政部国土署要求各县市政府清查16楼以上的建筑物。台中市消防局甲督发局7号下晡联合稽查，来到北区一栋24楼高的集合主体，除了抽验推进排烟设备，也有地下室紧急电源敢有法度使用。特别针对我们高层建筑物这一次的检查，也会针对它大楼梯厅里面，尤其是特别安全梯跟紧急升降机间的梯厅里面有所谓的排烟设备，我们来做这一个重点的一个抽查。另外还有我们会针对刚刚所提的地下室的这个紧急电源它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机制。消防设备拢合格，不过督发局发现其中一个公路经标体材质无合规定，未当1点钟的防火时效。另外，地下室1楼公路经的防火标体去互住户拆掉，这拢违反建筑法规，限期6个月内爱改善，若无会罚6万至30万。其中一个管道间，它全栋的壁体有不符合1小时防火时效区划的问题地下室的这个管道间的区划住户可能有因为维修。或者是有这个管道间有要处理他们有擅自拆除的一个情形。我们应该要让政府做出一些实质的改变，而且是要一直去做这件事，不是只有事情发生以后那1个月才会有讨论。民众批评政府不应该今仔日公祭，明仔载袂记哩，爱持续加强稽查。台中市政府表示，消防安检逐年拢会申报，无合格半年内就会稽查。建管公安部分是每年针对616栋关楼建筑物抽验10%至15%，不过稽查项目无包含公路经，显示台湾主体安全的管理也有待加强。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地震了后，这玉山的珠峰求水根据调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这玉山珠峰上界线的高度是海拔3952.433公尺，平去年减5.2公分。这局管处表示讲，这数字拢是伫咧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台湾第一高峰玉山主峰，逐年拢成真侪爱爬山的挑战爬到山顶，但是伫控诉控山专台有感大地震了后，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伫5月用卫星的定位来测量，这个玉山主峰海拔的高度是3952.433公尺，和去年11月3952.485公尺比，减5.2公分。这个5.2其实不算大，那以测量来讲，本身也含有一些误差。目前这样子测来讲，大概3到5公分这样的数据的误差都还是正常现象国土测绘中心伫当年5月、11月，拢会做玉山关度的测量。控诉控山花莲大地震了后，比对资料发现讲，花莲站的野生量是45.1公分，水平山8.1公分。因伫5月用几何悬的变化量监测到玉山的关度，拢是3952公尺左右。对这玉管处讲，照10年来替玉山量测的数值来看，关键变化其实并无大。其实因为在每一次的测量，它其实都稍稍会有一些变化。那这个部分我们有询问，大概还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像这次花莲的地震断层长度可能是60-70公里左右，像在海岸山脉这边大概垂直方面都是抬升的在中央山脉这边就有一点点的下降这样。玉管处认为讲，台湾是伫后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组合的地带，造山运动和测量的技术都会让玉山的关度出现变化，而且对当年的观察发现讲，伫大地震了后，除了山尾的山位，山体嘛会发生崩山。这摆测量虽然有5.2公分的前差，但拢伫合理的误差范围内，唔免伤烦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这国小的学生囡仔伫咧体育课，互这闪避球击到头，等到厝里人无爽快。家长甲囡仔送病院了后，才发现讲是脑震荡。家长是非常的不满，认为这体育老师敢若写联络簿简单交代，无甲囡仔随送去保健室检查，要求教育局就爱查。就算已经过5天读国小5年级的这查甫囡仔，互球拍到头壳也是红红肿肿。更加互家长无法接受的是，学校体育老师这处理的态度。体育老师他并不是一位专职的医护人员，他不能经由说看起来没有出血性的外伤就判定小朋友他是属于没有事的，而且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来去通知家长。起因是顶礼拜5，这查甫囡仔伫学校上体育课拍闪避球，互同学用球攻到头壳。也过体育老师当时敢若叫这囡仔去洗面，无送往保健室去检查。
联络簿顶面也写讲是囡仔无闭好，目镜闭去，一直到囡仔转去甲家长讲头壳型想要吐，后医生看是知影讲是脑震荡。这个部分可以再更严谨一点，就是说，我们因为本身老师并非那个，应该是说医生或者是医护这些的一个背景，我们可以做更严谨的一个学生照护。学校也特别讲，老师教学无够，已经进行休息的校安流程。原来橡皮球是各处学校流行的运动，根据规则，比赛时是禁止挑工攻击头壳加面部。丢掷的时候，尽量以对方的脚为目标，我们会禁止去攻击脸还有头部的行为，而且在躲避球规则里面也是规定说，头部以上的攻击是属于犯规行为。教练也讲，国小用球是塑胶球较轻，安全系数较悬，也本来是学生的头壳甲面部互球攻到。比赛随法庭，了解学生身体状况，避免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某一间国小有一个姓黄的棒球教练，奉指控讲，伊长期以来对22个囡仔骹来手来，甚至是性侵害。检方昨起诉请求法官，就要甲伊判处等。另外，南投中寮也有一个国小的主任，和毕业20年校友指控讲，捌甲伊骗赎。这性平委员会调查了后，该骗这个老师也永远袂搁再甲聘请。捌互教育部表扬的姓黄的老师，伫南投一间国小兼任棒球队的教练，伊互人指控这10年期间对22个少年学生强制威胁、强制性交，犯68项罪。南投地检署初时侦查终结，以刑法甲离校宽法起诉，请求判重刑。南投县教育处强调，相关的性平调查已经完成，上当会甲法终身改聘，袂搁再请。目前他的性平调查的案子已经调查完成了。那以黄姓教练被起诉的这个，还有我们调查的内容，应该是会言语重惩了。然后我们最重的惩处就是终身解聘，永不任用。中寮乡一间国小是有2位毕业20档的校友，指控迄当阵互老师骹来手来。这个老师即马阁是学校的主任，案件经过民代转互林本教育文教基金会协助通报。学校性平委员会调查了后，决议依性平法，甲这个主任重新改聘，袂阁再请。受害者即使经过了20年的这个时间并没有去抚平他的伤痛，因为受害者在调查过程其实数度是承受很大的压力，那甚至也需要到心理咨商师一起来陪同。林本表示，南投接受发生校园性平案，受害者让骨拉当对德山姓老的校长性骚性侵，今年5月一审判刑15档8个月，看到希望，因徛出来讲，卖有后一个受害者。南投的竹山案，让南投地区的受害者看到一个曙光。原来有可能会成功。其实来找我们的人都会问说，到底有没有办法解聘这个老师，得到自己的公平正义以外，更重要的，其实他们就是不希望有下一个受害者。詹宏苑认为，几个案件共同的所在，就是涉案的老师拢是名师，家长唔愿相信，性事属性，也佮有教育体系通报机制无效。伊呼吁教育处应该爱查体系内底敢有暗坎，而且加强性平教育，才会当避免悲剧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拜登初时签署行政命令，颁发新的边境管制措施。但是，一天非法入境的人数超过2500人，就袂搁再接受庇护申请，而且简化遣返到墨西哥的程序。这个做法和2017年 Trump 禁止穆斯林国家移民入境同款，也引发着民主党的不满，共和党内也同款有批评的声音。联合国难民署也公开呼吁拜登政府就要思考政权的问题。处理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是拜登政府的麻烦。去年11月偷渡的人数来到30万人，单月新冠，相当是一天1万人。最近几个月人数小可减少，4月份降到17万9千人。5月一份民调显示，在语言政策方面，拜登的支持率输予川普17个百分点。拜登测试在边境各州官员的陪伴，在北京颁布新的边境管制措施。若是逐天非法入境的人数超过2500人，就无要搁接受庇护申请，一直甲人数降到一天1500人以下才会进行。搁简化遣返非法移民到墨西哥的程序。拜登无奈表示，伊的边境法案因为共和党的阻挡，一直卡伫国会无法度震动，伊只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Because Donald Trump told them to. He told the Republicans, it has been published widely by many of you, that he didn't want to fix the issue. He wanted to use it
to attack me. 拜登讲，新限制措施无适用伫无人陪伴的囡仔、面临重大医疗也是安全威胁者，以及人口走私受害者等。这项新的庇护禁令，甲2017年川普禁止穆斯林国家移民入境，会当讲同款，引起民主党人的不满，表示讲要采取法律行动来阻挡。共和党这边嘛一直批评，众议院议长强森讲，拜登只是伫咧做好看的尔。 126 days ago, he looked into the cameras and said, I'm out of options. I've done all I can do. He tried to convince us all for all this time that there was no way he could possibly fix the mess. Remember that he engineered it. We have a moral obligation to establish a just immigration system that welcomes and protects human beings, a system that upholds our values and offers a lifeline to those who are in desperate need. 联合国内面数是公开呼吁拜登政府爱三思，讲这种无差别性的庇护禁令，关掉一寡需要得到国际保护者申请的管道，互因无安全徛起的所在，甚至拄到互人遣返的风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巴黎奥运特别到啊，警察甲街友赶离开的情形也愈来愈严重。主权团体就批评讲，这市政府为了要让街仔路看起来较清气，所以甲这街友移民赶离开巴黎，认为这款社会清洗做法，和进前中国巴西伫咧办奥运的时阵一模一样。 大庭警察列队前往移民甲街友集中的废弃大楼，爱内底几落百人收守的坐马术去巴黎以外的所在。过去这段时间，这种的景象一直出现。为了迎接奥运，法国政府最近加强赶走移民、街友也个有性工作者。80间主权机构都共同统计，而且到即马，警方已经展开76届清理移民营行动，次数挖近2022年的规年。莎拉就是互送走的其中一个。 I was advised to change regions. I insisted. I rang social services, but they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ressure because of the Olympics. 主权团体批评市政府将弱势族群赶出巴黎，想讲无看就无代志，问题就会解决。这种社会清洗方式，甲较早奥运主办国中国甲巴西这国家做法同款。法国政府否认，表示赶走行动甲奥运无关系。 巴黎奥运组委会是回应，未对社会政策也是治安负责任。同款甲奥运有关，巴黎出名的协和广场，因为伫要变做极限单车、翅膀、霹雳舞的比赛场地，才开始关起来，禁止车、脚踏车甲行人通行。附近交通要道原来进行管制，本来逐天经过的路线，即马嘛袂使行。 袂少民众看到路腔围起，嘛毋知讲即马爱驶去倒位。计程车司机嘛怨叹行李卖做啊，规气来去度假。 Ouais, bah là je suis en train de me demander comment je vais passer de l'autre côté, mais je vais trouver et puis on fait avec. C'est une catastrophe. Franchement là, je cherche juste à sortir et rentrer chez moi. On ne peut plus travailler, les voies de bus sont obstruées. C'est le pont,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st fermée, Alexandre III est fermée. C'est une catastrophe. Franchement. 协和广场较早是巴黎重要的交通要道，平均每点钟车流量超过5000台。部分民众表示，即马虽然爱驶路，啊，毋过为着奥运会当忍受短时间的无方便。市政府计划9月才会重新开放协和广场，啊，毋过因无拍算，互车搁倒转来，会伫周围改造行路的所在，互行人会当搁较自在伫广场内散步。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 回答执行长黄正坤讲要伫台湾起第2座研发中心，经济部长郭智辉今仔日就表示，无听讲要建伫倒位，毋过伊感觉会实伫咧高雄。郭开也问到人才限电敢有法度应付咧？郭智辉表示讲，7月中进前会阁清算所有能源政策，详细情形才阁对外公布。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真正是等出要伫台湾起第2座研发中心，地点到底会选伫倒一个县市？初5早起，经济部长郭智辉伫日本伊备询的时阵讲，无听过回答要去高雄起，不过伊嘛回应讲，感觉是安尼。真济县市首长嘛是咧拍拼争取，希望回答会当来。第一时间即刻的成立府级的专业小组啊，我们都希望能够积极争取，包括辉达还有其他 AMD 等相关科技的巨擘。 工研院、清华、交大等等的有名的大学，
所以研发的能量非常的强，也非常乐意的来提供所有的用地。这是专业的判断啊，不是比送东西的啦。我们台南市包括水、包括电、包括已经 ready 的这个工业用地，事实上都还够。虽然台湾开始看到 AI 的商机，但是外界有机讲，2005年到2028年 AI 应用会快速成长。经济部表示讲，会透过公私协力，建构产业 AI 的课程，暗算到117年，会培育20万的 AI 的人才。另外，对电力的供应，以目前经济部和台电的推估，台湾目前电力是将有够，但是 AI 用电量也无法度评估，会变作稳定供电的变数，必须电估算。这嘛，互外界开始讨论讲，核电厂敢会延役，还是停启？郭智辉讲，若核电无修法，依法是袂当延役。若讲要起电厂，设置的时间上紧嘛要6年，根本都袂付。会先用太阳能供电来补。会不会将核电重新讨论？我们现在要补这个 AI， 如果超过我们预期的，是我会先从光开始做。经济部长郭智辉承诺讲，对 AI 用电的需求和能源配比敢会调整的部分，暗算7月中会对外来公布调查的结果。国科会主任吴成文是对外表讲，要和辉达的高层接触，若投资台湾算力，嘛会研究关一个算力互学术界。国科会公平提供予有需求的机构。记者综合报道。回答责任执行长黄正勋今日也去做美超美创办人牛建秀的这个主题演讲特别来宾。牛建秀问黄正勋敢会烦恼咱人去互 AI 控制起来？黄正勋讲背是因为咱人爱互 AI 做更较好，未来 AI 也爱推进安全机制。回答共同创办人甲执行长黄正勋，初五展时为美超美创办人牛建豪担任主题演讲的特别来宾。当牛建豪向黄正勋来报价家己的产品的介绍，黄正勋也大闹台语。More than $2 million for rag。咱遐尼济人伫遮，你咧甲我出价？因应 AI 时代来临，牛建豪以中文来提问黄正勋，是不是烦恼讲 AI 控制人类？黄正勋也予伊否定的答案。Of course not. We have t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course, at the moment is we have to make AI work well. In the future, we'll do the same thing with AI. There will be AIs that watch AIs. There are people that watch AIs. There's guardrails that keep AI guardrailed. And so there's going to be a whole lot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we need to create for safety, technology for safety. 黄正勋离开演讲了后，中途转往台北市一间餐厅去食饭。当媒体问到讲台积电新任董事长魏铁嘉伫测试股东会了后，对外讲要向回答执行长黄正勋来讲这产品伤贵，黄正勋也做出回应。I think TSMC,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industry is really great, and raising prices, I think,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 that they deliver, and so I'm very happy to see them succeed. 另外，车用晶片大厂恩智浦执行副总裁加技术长，初五下晡为台北国际电脑展做主题演讲，也讲到智慧互联机器人的时代已经来了。这家点名台积电可能是首先执行先进概念的公司之一。TSMC is maybe one of the fir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because the semiconductor factories are so capital intense and so heavy to invest in that these far advanced concepts are taking place for the first time. But Taiwan is one of the front runners in all of that. Thank you. 另外 ，AMD 创办人苏志峰测试暗时宴请80位供应商的伙伴，大家焦点拢伫 AI 产业发展，哪来台抢单？也别万条供应商伫 AI 时代之下，未来科技产业版图恐惊重新洗牌，市场也是真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纽西兰的牛奶对明年开始会当边扣关税入来到台湾，是由此今仔以告这牛奶标示新制度，保存期限30天以上的爱标示做长效新鲜牛奶，含台湾出产本地的新鲜牛奶加开。新制度上紧伫明年7月要来推动，不过却引起台湾业者的不满，认为该标示做长效新鲜牛奶，颠倒会互人误解讲，抗比台湾的会当更更较久。牛奶内面有真侪营养成分，真侪人逐工拢会啉一杯。不过市面上咧卖牛奶百种，国外进口的牛奶保存期限甚至会当到3个月遮尔久，但互消费者是分袂清楚。卫福部食药署初五是预告修正牛奶、保牛奶、调味奶、奶饮品含奶粉品的标示规定草案。未来鲜牛奶伫加温杀菌了后，保存期限30天内的才会当标示做鲜牛奶，超过30天的应该标示做延长保存期限的鲜牛奶。长效鲜牛奶也是 ESL 鲜牛奶。
年。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消费者能够清楚地了解之后，依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适合的鲜乳。另外，草案嘛征收液态零产品液体大小标示规定，譬如讲600毫升以上的液体必须是1.2公分，还是搁较大；细包装300毫升以下的，爱是0.4公分，还是搁较大。不过，草案公布了后，是引起饲奶牛的业者的抗议，批评讲这根本就是在保障进口牛奶误导消费者，会严重冲击到台湾饲奶牛的产业。因为用长效鲜乳这加进去，更会造成消费者以为这个长效鲜乳比台湾的鲜乳还要更长效，更没有问题。这是不对的一种让消费者更容易产生误解啊。另外，草案嘛扩大纳入红婴仔的配方食品、较大汉的红婴仔的配方辅助食品等等做规范的对象，而且磷含量爱到50%，才当标示做红婴仔配方牛奶粉。草案有过期是60天，会收集各界意见，除了增加延长保存期限、牛奶品名的标示，按照明年7月上路以外，其他的修正规定拢会伫后年115年7月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卫福部长邱泰源去到立法院，针对世界卫生大会做报告。不过，调研立委搁较关心的，就是咱国内生理盐水真欠货，而且护理师也真欠，造成病院关病床。邱泰源表示，讲病院会关病床，原因是真济，伊会去了解，协助病院解决问题。新任卫福部长邱泰源5日控上任了后，初5第一摆到立法院为权委员会进行世界卫生大会 （WHA） 专案报告。不过，中央立委拢将目标放伫最近国内重大医疗卫生事件。有立委批评，输液大厂永丰化工因为违反药事法，互销售命令停业了后，造成病院手术、西药知识爱用的生理盐水等输液大欠货。卫福部监测病第10爱负责任。一家药厂出问题，但是全国都缺货，那署长是不是表示说，其他的医院、其他的药厂也不愿意用同样的价格来供应？另外，受护理师诊疗报告影响，最近1年来病院拢有关窗条，影响民众就医的权益。有立委指出，护理人员领证无执行的原因，包含工时长、压力大，而且薪水上过低，疫后离职率高创新高。卫福部应该扩大护理人员津贴补助，才留住人才。2030年我们需要的护理总人数是24到26万，我们现在只有18万。好，我帮你算一下，你每年要增加的是多少？至少1万。但是你现在每年增加的是2000。观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了哈，那所以我们会了解，那自己一定很落实去了解，然后再解决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层级的它不同的问题。卫福部强调，今年5月甲去年同期比起来，病院护理人员增加800多人，病院总病床数也增加1800多床。今年3班护病比新制上路了后，会公布启动3班轮值夜班护理人员，直接奖励，希望吸引相关科系毕业生投入病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演唱会经济也带动观光，高雄市今年编2亿3000万的56岁以上，也向议会提修正案，要减收56岁，却引起议员批评，因为高雄负债已经是6都内面上介悬的，敢若支持这本土的艺文团体来减税。这政局是强调已经有10个县市拢减税，高雄是照办尔。国内国外歌手小连续来到高雄世运主场馆开演唱会，侪歌手会选择世运主场馆，除了立建筑标章，变库场地费用甲场舍嘛是诱因之一。最近高市府是向议会来提案，但是伫公有也是行政法人管理的场所来举办5类活动，部分项目56岁要减半，提案嘛引起讨论，哪里议员有无同看法？是针对3000块以上，或者是5000块以上的这一些的场次，你们可以不要让他去减免娱乐税。我还是赞成这个目前我们现在这个娱乐税的条文的修正方向。针对56岁减收，区有县议员强调，高雄市目前是欠2400亿的债务，是6都上济。演唱会已经无收场地费用，56岁就无一个减收。财政局表示讲，减税当吸引搁较侪歌手来。去年因为演唱会经济观光效益就超过45亿。虽然这样有一点娱乐税的一些税损，
但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我们的整个地方的财政的收入，其实它是可以 cover 过去的。财政局强调，目前全台有10来县市拢减税，就是要带动艺文产业的发展。学者是建议，市府爱以减少债务优先，56岁减半的对象无应该全面开放。高雄市政府嘛欠人足侪钱的啦，吼，本土的，咱台湾的一寡音乐表演团体比较减收税收，这是会使接受，哦，但是袂使影响到你主体。税收减少者，56岁减半的提案，因为平台意见真济，市议会会伫临时会继续审查。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南市政府推动这智慧单车的功能，民众会当利用手机 App、QR Code 加市电铃的方式来注文坐公车。市政府表示讲，大台南的公车升级，通好减少公车过站无停的情形。即摆坐公车唔免扣金金上，或者是边仔的电铃，公车停的顶会随显示兼出声，系统卖传信号通知司机有人咧等车。大台南公车功能升级啊，因为定发生民众失神无握手，也是路况复杂，司机无斟酌看，地疏驶过站。即摆开放互民众提早注文要坐车，民众认为使用上更加安心，嘛免烦恼会无坐到公车。真方便啦！你即摆去回车就停互你。这样你不是就好吗？是会有点怕说，司机他会不会不小心没看到我之类的？但是有了这个之后，就是可以更加提醒司机。要到站进前，伊才会显示，阮会注意，减速慢行。大台南公车这项智慧单车功能是全国头一个研发，目前伫市区70号、嘉义市9号、甲嘉义市91号3条路114站开放使用。除了透过 App 甲 QR Code 做预订，嘛有轮椅上车的服务。交通局讲，民众一定爱伫公车站30公尺内，佮加上手机定位系统爱拍好开，才通顺利发送信号。咱手机内底大台南公车的 APP， 咱嘛会当直接来扫描咱每一个站牌，拢有 QR Code。第三种呢，咱伫19位的候车亭有一个实体的这个按钮。这3种方式，咱会当直接通知司机身边的这个车机啊。交通局指出，若民众反应袂歹，按算个一段外时间会推送去专市的公车路线。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高雄的海岸线要到100公里长，有这16个渔港，目前敢若开放3个渔港会当钓鱼，民众是希望讲会当增加，机关也认为会当搁再开放。海洋局表示讲会甲渔会做伙来评估。红鼻头渔港平常日就袂少钓客来钓鱼啊、甲虾啊。红鼻头、甲边岛、中分渔港是目前高雄开放会使钓鱼的3个渔港。不过高雄海岸线有95公里长，总共有10来渔港。大部分的钓客拢反映，敢若开放3个渔港根本就无够，也建议亲像台中的渔港，除了有4环区，佮有设栏杆等等的措施，等到高雄市拢无做。我是觉得3个是真的是太少了，当然如果能多多还是多多益善。钓鱼的所在无像台中遐好啦，防护措施嘛做了最好呀，咱敢做这啊。其实行政院今年就宣示向海致敬的政策，推动友善的钓鱼。目前高雄市合法的钓鱼地点靠海有10大，高雄市敢若前定渔港是第1类渔港袂使钓鱼，其他拢是第2类的渔港。议员是认为市府爱评估规划适度的开放。目前开放中有凤鼻头渔港、弥陀渔港，还有中屿渔港。至于其他12处未开放部分，市府若评估可行且获渔会同意，在不影响渔民作业安全下，就会评估开放。海洋局强调，渔港主要也是予渔船使用，若是有空间，才会评估敢会开放予钓鱼啊。未来海洋局会甲渔会讨论，袂影响渔民作业为主，适当的伫渔港设范围开放钓鱼。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4月初3，花莲大地震害苏花公路已经断2个月啊！这花莲的粪扫无都送到台泥和平奖去收，即马为着这个粪扫的问题，大家是头壳摸咧收。花莲市粪扫场为控诉03地震苏花公路的清水桥断去了后，3种的粪扫都无法度送去台泥和平去化抢修，2个月内已经有4万多吨，加上进前挖出来包好的粪扫总量有8万多吨。即马苏花公路虽然通车，敢若已经慢慢消化。
现在每天大概只有60到70吨北运到企化厂这样。理想状态下，如果一天可以烧100吨的话，那大概要2年半到3年，才有办法把8万多吨烧完。嘉南会福利乡罗山粪扫场也已经把公所增加一个延坑300栋的粪扫场，来应付每个月差不多150栋的粪扫。不过，再加上花莲北区的粪扫规案要修还，上紧也要6年。花莲整个每天产出的垃圾量大概170公吨，除了中区区域那边有一些是用掩埋的之外呢，需要做这个气化炉协同处理的部分，大概将近150公吨。所以其实气化炉它每天的设计值是200公吨，那所以其实它每天只有50公吨的余量可以来处理这个旧的垃圾。第二气化厂地地动了后，水泥油体也受损。经过维护了后，气化炉伫5月30开始正常运转。双河公路因为地动尾大雨，道路常常崩塌断去，无确定因素，互花莲粪扫想要伫一定时间内底归零，恐怕无这么简单。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比头65岁以上时代占总人口数的21%，不过乡内敢若一间养护中心甲一间中照机构，伫中照资源是真欠缺。中华县政府2022年争取到中央的经费，起一栋综合式中照服务卫生所大楼，今仔日举办上梁典礼，总工程按算明年要完工，到时阵会当提供150层过暝的中照服务。中华县鼻头乡全乡有28000多人，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占总人口数的21%，是超高龄化社会的人口结果。但是目前鼻头乡内的长照眠床位仅135床，无够用。县府2022年争取到中央经费，当咧起一栋综合式长照服务卫生所大楼。5个都有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吼，所以讲鼻头乡确实需要一个完善吼当照顾许多人的长照服务机构。老人的失能的人数是第一高，大概47000多人在当下哈。对于长照的一些相关的资源的构建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栋地下一层楼，地面上7楼高的综合式长照服务卫生所大楼，有规划托婴中心、亲子馆、日间照顾、长照过暝服务，也引进复健科医师进驻。这嘛是台湾头一间有规划专业复健中心的长照机构。病院内底，不管是开刀啦、中风吼，你马上登去遐厝的，其实你无法度照顾。你要叫你逐工去做复健哦，其实嘛，不是每一个家庭拢有法度来做这种的安排。所以这种的复健型的住宿机构，在欧美的国家拢已经有啊，台湾这是这是第一栋。鼻头乡长照服务卫生所大楼总工程费5.6亿，卫福部补助2.8亿，剩的由县府负担。工程预计明年完工，启用了后会当提供150层的自属型长照服务，增加南中华地区的长照量能甲资源。记者杨淑清中华报道。讲台语长时行，最近台湾的动画代理商宣布，中华一番这出经典的动画，其中有12集，对8一开始，伫咧 YouTube 顶头要推出台语版的。这动画内面用活泼的台词甲丰富的情绪来呈现料理的特色。推出了后，真侪网友就讲，听到台语心色搁亲切。就赞呢，内底的笋啊，就甲用光光加起来真 Q， 冲出来生。当时将以前的气味嘛脱开啊！用活泼的台词、甲丰富的表情和情绪，带观众做伙来感受料理的口感甲特色。中华一番是真侪台湾民众拢捌看过的日本漫画，近摆伫网络放送的时嘛，拢会引起真侪讨论。台湾的漫画代理商最近也探索推出台语版。这个节目影早，足侪人拢有看过啊，所以就足有名。一方面呢，是因为内面有足侪对话，还有足侪故事是足出名、足好耍的、足趣味的。所以咱就选择中华一番。代理商表示，因自间谍办公会台语版推出以来，收到真侪热情的回应，互因想要继续试无共类型的漫画来做台语配音。这届中华一番以经典的黄浦江老林南宴食料理大赛来配台语版，像过西湖的黄金开喙笑、歹食因顶顶，拢会出现伫剧情内。你即马有诶，就敢若这见笑的歹食因啊！台语版的中华一番配音员嘛，拢找有10多年以上的老经验，因希望用心活化的台语，带大家同齐来看这出经典的美食漫画。语言
物件已经足深的，阮拢是哪行哪学。啊，毋过你至少要有基础。你若无基础，你要安怎用？你要安怎改？你无法度改嘛 ，OK？ 所以爱去外口上课。是这几年最近这几年较开始较有啦，较济啦，愈来愈济啦。嘛是这嘛是一件好代志啦。就互大家较了解咱家己本土的话是安怎讲。第二版的中华一番自6月初3开始，一天播一集，拢总要播12集。大致上指出，目前网络的反应袂歹，若是关注的人愈来愈侪，伊嘛考虑甲52集全部配做台语，嘛希望引起大家对台语的兴趣。记者卢尚珠、郑准由台北报道。教育部的台湾海洋教育中心对2016年开始举办海洋史创作甄选的活动，以文化角度推广海洋教育。今年已经是第3届了。今仔日举办颁奖典礼，这得奖的作品内面呢，有人是使用台文写台语诗，透过台语的声调，带读者行入到海洋的世界，思考着海洋碰到什么款的问题。100年来，年年的江边的马祖间的乌鱼公签，啵啵啵啵。指示发动，啵啵啵啵，铁船冲出海。这首号做信用的台语诗，用台语的声调，描写高雄家庭渔民掠乌鱼，渔船引进发动的声音。也若像当地庙市逐年求乌鱼公签的时，签刻着签筒的声音。其实这首诗的创作者是要透过乌鱼这个例，思考使用海洋资源的问题。马祖就只是讲咱什么时阵爱出去掠，爱倒一个方向出去，才会掠到鱼。啊，毋过这几年因为中国的南部的状况，所以造成讲以后来讲，咱即摆乌鱼的产量愈来愈少。透过诗思考海洋的问题，这首诗得到第3届海洋诗创作甄选的优等奖。这个奖是由教育部下骹的台湾海洋教育中心执行。今年以影响海洋做主题，为各小组到教师组，计共有66首诗得奖。对海洋的许多的情感的发抒，怎么样转化为一种行动的力量，让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国民能够更喜欢大海。海洋文学必然是台湾社会跟海洋中间一道感性而美丽的桥梁。如果我们能够创作更多的海洋文学作品，台湾社会会走过这一些海洋文学作品的桥梁，看见我们的海。教育部表示，海洋教育为2008年开始，就加做课纲内面重要的议题，鼓励学校融入海洋教学。教育部会继续推动多元的海洋教育活动。海洋教育中心表示，这摆得奖的66首诗，每首会安排展览伫台湾各地，各有离岛展示，互民众透过文学熟悉海洋。记者郭伟林、玉凯台北报道。那准伫咧外口当着鱼要安怎应变呢？美国加州的奥克兰大文园最近就替乌鱼举办无机野餐露营活动，观察这3只鱼安怎去迫害，也教民众伫户外爱安怎预防，避免人和鱼的冲突。3只棕鱼看到草坡顶放野餐用品，随挖近，甲树围顶的棉仔糖吃去，佮甲冰桶的冰架车倒食倒顶的菜色。其中一只看天道内底有物件，食甲真欢喜。加州奥克兰的这个动物园最近伫全国乌鱼日举办第3届乌鱼露营活动，希望提高民众伫野外甲鱼相拄的时阵的安全意识。这3只大只鱼毋若对周围的物件真好嫌，嘛真够破坏。因甲饮料车倒去，裂破棉被，到尾天道嘛叫地歹去。这3只鱼较早捌走入去民家，佮伤害到一个附近人的记录。这麻烦都互人送去动物园。园方是讲，上只拄到的人甲鱼的冲突，大部分是因为粪扫甲食物，所以呼吁若户外活动的时阵，爱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就会当甲可能的冲突降到最低。水上受到生态地的限制，也甲找食无简单的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发生野鱼攻击咱人的事件愈来愈多。因为着古巴岛原来入侵果园甲农田。もし熊が来て、このうちの裏側に来たりとかすると、やっぱりちょっと怖いんで、柿の木も梅の木も切ってもらおうと。日本果农用臭树仔来因应，西班牙北部山区的居民颠倒是咧想替野鱼来种食物来源，像讲伫山顶种果树，互鱼有真侪水果通食，无定就会当减少干扰人类甲农作物的情形。If we make sure they can find food far away from humans, they won't come near us.
and there won't be any conflict. 另外，当地居民原来会围起来通电号，脏嫌唔敢活，只不过当野嫌离市区愈来愈近，必须采取行动。宾州首府哈里斯堡郊区礼拜日就发现一只乌嫌秘伫学校附近的大树啊，为了安全，救援人员只好甲麻醉，互乌嫌落落来再来处理。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巴西有一只古堡以新台票1亿3000万拍卖出去，也拍破金氏世界纪录，是因为这只牛有上千公斤，业者是希望讲摕伊的这基因培养出品质更较好的肉牛，因为这只牛已经有身啊，有请专人伫甲顾。名叫做维亚蒂娜19的细白牛，是创拍卖介绍金氏世界纪录的超级母牛。伊脚只边啊，肩胛头膨起来，颔骨内脚皮肤顶来，是这种品种肉牛的两大特征。伊也是当地主要的牛肉品种。这只牛脯4月底伫咧拍卖会以400万美金换算代票，要甲1亿3000万拍卖出去。介绍比1985年纪录保持母牛加3倍，由3位农民集资来买来。这只重1100公斤的母牛，遮尔侪人抢，是因为农民计划摕伊的基因来改良出新的肉牛品种。Eu diria para você resumidamente que a Viatna é combo. Ela agrega beleza racial, capacidade reprodutiva, genealogia moderna, tudo em único animal. 巴西鹿农积极伫咧进行肉牛的基因改造，收集优良品种的精卵来做人工受精，搁再放入去代理母牛的体内，探视品质更加好的肉牛。同时也对牛的毛内面萃取 DNA 做做胚胎，要生复制牛。巴西已经是全世界上大的牛肉出口国，因阿鹿农对维亚蒂娜一当创造的收入真有信心。伊的卵子介绍差不多代票800万，目前已经有玻利维亚的农民下单，因也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度加美国，拢是未来可能的买主。Ela agregou mais ainda para o melhoramento genético que todos buscam, que com certeza no futuro a gente vai ter uma carne de melhor qualidade, um animal com mais rendimento de carcaça, por causa desse trabalho que nós fazemos com gado elite, que nós não buscamos. 虽然国家认为饲牛会造成气候暖化，希望大家较爱食牛肉，不过饲牛业伫咧巴西是重要的经济来源，政府也伫咧抢出口市场，希望全世界拢会当食到巴西牛。这只母牛即马已经有身，首席讲这当帮助平衡伊的内分泌，会当有利卵子的品质，而且牧场内面要装监视器加请保镖来保护这只母牛的安全。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4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